爸爸。我唔知道呢個一個好爸爸會係一個點樣分享啦，我相信都會好精彩嘅。俾掌聲 Jackie。交台俾你。8號參賽者，你有4至到6分鐘嘅時間演講，你係咪清楚比賽嘅規則？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請你點頭示意。現在開始計時。世上只有爸爸好。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一套電影叫《一個好爸爸》呢？故事裏面嘅主角表面上雖然係一位黑社會大佬，但係佢喺背後為咗女兒嘅付出同埋改變，在佢女兒心目中堪稱為一位絕世好爸爸。好爸爸嘅定義喺每個人心目中都各有不同，有啲人想要個富爸爸啦，因為可以有乜就有乜；亦都有啲人想要個成就爸啦，好似選到特首咁，下下都主場，哇幾咁威水啊！亦都有啲人想要個體貼爸，樣樣就晒佢，乜都為佢安排晒，唔使煩啊嘛。亦都有啲人想要個孔武有力爸，好似我咁，樣樣保護佢，事事為佢出頭。在場嘅女士們係咪好想要一位呢？而我就冇大家咁好彩啦，因為由細到大我只有半個好爸爸啫。因為喺我未出世嘅時候，爸爸媽媽已經離咗婚㗎啦，所以我並唔能夠好似大家咁幸運，可以每日都見到爸爸。唉，唔使講啦。每年嘅學校旅行、家長日，甚至乎我生病嘅時候入咗醫院，都係冇爸爸陪伴住嘅。而且仲喺我10歲嘅時候，發現咗一個小小嘅秘密，連我爸爸媽媽都唔知道嘅。原來我並唔係爸爸所親生嘅。有時我知道幸福並唔係必然嘅，而凡事亦都唔能夠淨係睇表面，一定要了解事實嘅全部。雖然我並唔係爸爸親生啊，但係佢亦視我如己出，好努力咁賺錢養大我，撐起成頭家。雖然爸爸好窮啊，買唔起啲好貴重嘅嘢俾我，但係爸爸佢會經常同我分享人生經驗，使我不斷每日進步。我覺得呢啲先至係真正嘅無價寶啊！每個人都總會喺人身上遇到挫敗，而我僆仔亦都唔例外。喺我人生上最低潮、最失意嘅時候，朋友出賣我，愛人離棄我，而親人亦都睇唔起我。但係爸爸總會支持我、鼓勵我，教我永不放棄，使得我喺人生上仲揾到唔少嘅寶藏添。而爸爸亦用咗佢最後嘅生命，同我上咗人生上最寶貴一課。爸爸佢由患癌症開始，一直同病魔作戰，佢不屈不撓，積極樂觀面對生命，而且仲經常反過嚟去安慰翻我，做人一定要向前看。令我最深刻嘅就係上年香港10大傑出青年頒獎典禮，當其時我職責係做保姆，負責照顧得獎者。正當頒獎典禮舉行期間，醫院突然間打電話俾我，佢同我講爸爸因為病發而入咗醫院。當其時我好着急，我想即刻去睇佢啦。但係爸爸佢阻止咗我，佢同我講爸爸冇用，因為佢幫唔到人。但係佢好開心，因為佢兒子可以有能力幫到人，貢獻到社會。不求個人私利，但求圓滿工作。爸爸教我，無論做人同做事，一定要有始同有終。佢要我堅持到最後，直至到頒獎典禮完成為止。到最後，頒獎典禮亦都順利結束，而且仲有聲有色添。但係最遺憾嘅就係爸爸喺第二日因病去世。由爸爸患癌症開始，一直同病魔抗戰，直到佢病逝呢個過程，我歷歷在目。爸爸不屈不撓向前看嘅精神，亦都深深感染咗我，教我每日以向前看作為人生嘅宗旨。萬事怕有心，功到自然成。爸爸成日同我講，成功其實距離我哋只需要2步嘅咋。第一步就係開始，第二步就係堅持。而我亦用咗去教導我嘅嘢，去創建咗家有同盟，透過每日分享正能量，去感染同埋教導身邊年青人，每日向前看。我透過少少嘅分享，想話俾大家知道，一個好嘅爸爸未必要好有錢，也未必要好有成就，
也未必樣樣嘢都要講到出口，做到出面。而佢哋對我哋嘅愛，好多都係埋藏喺心底裏面。做子女嘅一定要用心體會，先至可以感受到。送俾大家一句：珍惜眼前人，特別係爸爸。無論愛與不愛，喺下一世大家都未必再會相見。遙遠的家，不可以再歸家。我在夢裏卻始終只有爸。遙遠的家，可知我心中的説話？熱情沒有變，哪管它滄桑變化。最後，我要藉此呢個機會去感謝我呢位偉大嘅爸爸。如果下一世我可以再揀嘅話，我都會選擇做我爸爸高榮南嘅兒子。我今日分享嘅係咁多，thank you。8號身材就有剩翻52秒。咁我其實咧。